收睇成才研究所，我係 Aaron， 我係 Alex。新嘅一年，首先喺度代表六福金融祝福大家事事順利，新年勝舊年。Alex 啊，我想講下呢個市好似都幾好喎，呢一兩日。係㗎，尤其是呢個開局都算係咁啦。咁啊，而家就企穩咗26,000啦，咁啊亦都挑戰緊27,000啦。今日收到應該26,700幾。係啊。咁啊，亦都11、2月啦。如果有跟住我哋嘅朋友觀眾啦，亦都希望撈到一啲嘅平貨啦，亦都11、2月都掂咗2次嘅25,000點，亦都但係個別嘅股票咧，其實有啲係超跌得好誇張嘅咁樣。過去嘅幾個禮拜啦，呢個假期啦，其實都有一啲嘅大事發生啦，主要兩樣嘢啦。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幾日之前啦，咁就委內瑞拉嘅事件啦。如果係即係我哋先唔講個過程啊或者原因啊咁樣去講對錯啦。咁但係結果上嚟講咧，其實係對環球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始終你委內瑞拉有3000億桶嘅呢個嘅油嘅儲備啦。咁呢一啲嘅佢哋嗰啲嘅偏向叫重油，咁對美國嚟講咧，佢有足夠嘅技術去開採呢啲嘅重油。咁啊，如果可以改變到委內瑞拉嘅嗰啲嘅infrastructure 嘅話咧，咁其實油價係中長期其實會偏向係走弱嘅。咁樣對美國嘅通脹亦都係一件好事啦。對我哋製造業為主嘅中國嘅產業好多都係即係利潤率都會有所改善咁樣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其實亦都係好快速地完咗啦，即係叫做迅雷不及掩耳咁樣就已經完成咗。咁啊，睇下佢之後點樣發展，或者會唔會蔓延去其他地方，例如係墨西哥啊或者哥倫比亞呢啲地方，咁就可能演變成另外一個規模嘅事情咁樣樣。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BOJ 日本央行就係加咗息嘅12月中。咁依家日本嗰個息率已經去到0.75啦，30年嘅一個新高啦。咁2026年咧，好多人都係預期係會再起碼加多2次息，咁去到1.25厘嘅水平。咁呢一樣嘢對我哋有咩影響咧？咁其實係非常之大影響嘅。我哋都關注呢樣嘢應該，因為咧過去嗰2-3年咧，其實好多人都做緊同一樣嘢，就係喺日本嗰度去借錢或者發債。咁以極低息、極低成本去攞到呢啲資金。咁之後再去買可能日本本地嘅一啲高息嘅公司，例如5大商社啦，或者去買一啲美國嘅科技股，或者美國嘅一啲嘅美國國債咁樣去做一個套利嘅交易。咁我哋叫 carry trade。咁呢個 carry trade 喺一個入美國又喺度減息放水嘅前提啦，日本又加息嘅前提，咁個息差喺度縮窄嘅時候咧，呢一類型嘅 carry trade 咧，好大機會會走翻出嚟，會 unwind 啊。咁呢個時候有機會咧。就會帶到去我歸納咗嘅有5個點，點解我繼續睇好港股喺2026年。咁第一個點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資金流嘅配置。咁當呢啲 carry trade 嘅錢可能走翻出嚟，咁大家就會諗啦，咁我應該走去咩地方咧？咁佢哋可能會走去啲估值比較低嘅地方，例如係香港啦。咁依家大概13倍左右嘅一個市盈率啦。比起日經啦，大概係22倍啦。咁美國啦 S&P 啦，亦都係大概係22倍左右啦。咁所以水往低處流，咁有機會會走嚟香港呢個市場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就係呢一個嘅 carry trade 嘅 unwind 啦。咁第二點咧就會係一個其實香港或者係我哋叫中國嘅公司啦。其實已經比較着重一個股東回報呢一樣嘢啦。咁我哋都見到國企啦，亦都加咗 KPI 係一個嘅股東回報啊、市值管理啊呢方面啦。咁亦都見到我哋上年2025年啦係有1700億嘅回購嘅 total 港股。咁亦都係歷史嘅第2高啦。咁樣見到派息啦，亦都係大家都派息比率都係一路咁樣提高啦。咁各樣嘢見到其實香港嘅市場咧，唔再係一個齋融資嘅地方，其實都注重翻股東回報。咁其實有少少係偏向係美股化，即係原來股東都係要 take care 嘅，唔係淨係 cap 水嘅市場咁樣。咁開始有呢個咁樣嘅方向嘅發展，其實呢個對中長期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更加多嘅資金或者大型長線嘅資金更加願意去派入去香港呢個地方。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會係一個嘅政策底啦。咁其實我哋過去都有一路都講到啦，政策嘅轉向係非常之明顯嘅，由一路嘅調整啊、改革啊、打壓啊，變到依家係不斷地扶持啊，點樣去幫助唔同嘅產業去發展，去同全世界去 compete 咁樣。咁其實呢個政策底其實一早已經走咗出嚟㗎啦。咁今年就更加再強化呢一點啦。咁我哋見到12月份嘅經濟工作會議啦，咁其實主要係3個方向。第一個就係呢個嘅反內卷啦。第二個就係呢個新質生產力啦，第三個咧就係呢個實施更加積極有為嘅宏觀政策。
咁啊，當然你點樣實施咧，我哋就要睇下3月份佢兩會嘅時候究竟講點樣去落地實施呢啲咁樣嘅目標啦，咁樣。咁啊，亦都要睇下佢究竟我哋而家市場預期4.5% 到5% 嘅 GDP 究竟喺邊一度啦，或者係究竟今年係咪仲係4% 嘅赤字率，或者更多減少咁樣，咁都有好多嘅變化喺度。咁我哋再留意住啦，呢個政策底究竟做得有幾穩啦咁樣。咁第4點咧就會係我啱啱講到嘅反內卷，因為其實我哋見到過去幾年啦，咁港股估值都係非常之平、非常之低。但係點解大家都冇話有一個 urgency 去我而家就要買港股啦，唔買唔得啦，即係大家都冇呢種感覺咧，就係因為公司嘅業績基本面都唔係話非常之 surprising 或者非常之強勁。咁就係因為過去嗰幾年大家都係打緊價格戰，大家都係想搶市場份額，喺度做一個內卷嘅動作。咁喺反內卷呢個定調出嚟之後咧，其實呢樣嘢係有大幅嘅改善嘅。見到啲大規模嘅補貼啊、價格戰其實已經減低咗啦。咁你見到上游嘅一啲嘅價格亦都係大幅地改善啦。咁喺一個我哋製造業為主導嘅暫時嘅經濟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反內卷係有非常之大嘅積極作用嘅。咁最後一點咧就會係一個流動性 driven 嘅原因啦。咁其實見到上年2025年啦，就有14,000億嘅南向資金嚟咗香港嘅市場，變咗大陸即係叫做內地嘅資金其實都好即係睇好香港市場嘅估值嘅收復啊，呢類型嘅發展啦。咁啊，再加上咧，其實外資咧已經由流出變流入咁樣，即係上年其實中資外資其實都係嚟緊香港嘅。咁亦都見到其實我哋人民幣啦匯率都已經破咗7算呢一個關鍵位置，之前都講過，其實呢個好關鍵嘅一個心理關口。咁啊，見到其實唔單止香港市場啦，其實人民幣或者 A 股亦都係有大量嘅資金流入嘅。咁啊，所以我哋都可以繼續期待啦。今年可能喺唔同嘅原因嘅推動下啦，啱啱各種原因啦，其實都更加多嘅外資都會陸續入翻嚟，尤其是 long only 呢一類型嘅資金咁樣。咁我哋歸納翻我哋啱啱講嘅5個主要嘅原因啦。第一個就係我哋估值真係偏低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股東回報嘅呢個目標啦。咁第3個咧就會其實我哋做緊一個好強勁嘅政策底啦。咁第4個就係我啱啱講嘅我哋反內卷呢個方針係非常之重 point 嘅。咁啊，最後一點咧就係一個流動性 driven 嘅原因。咁呢5點咧令到我會覺得其實2026年咧港股都係偏向樂觀嘅。咁我都會初步有個目標咧，就會係喺29,000點左右啦。咁樣咁啊，亦都我會認為咧呢個29,000點好大機會會喺我哋嘅年初，即係頭半年啦，會係已經係完成到或者係完成到大部分。咁啊，尤其是我會覺得喺我哋嘅春節呢個時間啦，或者係我哋3月份兩會之前咧，其實有機會係會完成到大部分嘅目標嘅。因為始終其實睇翻過去1-2年咧，因為市場依家不穩定性實在太高啦，所以好多嘅機構或者基金經理其實都想提早地完成今年嘅一個目標，至少完成大部分啦。咁啊，令到自己都安樂啲啦。如果唔係之後喺動盪嘅時候要追咧，其實好吃力嘅。咁樣咁啊，呢個目標咧亦都可能會有所調整啦。咁根據幾樣嘢啦，尤其是我哋4月份啦。委內瑞拉事件之後，其實特朗普都有講，其實繼續會訪華嘅。咁睇下4月份之後中美關係會唔會有改善啦？亦都要睇1-2月春節嗰個消費數據，比起之前嗰幾年會唔會有一個大幅嘅改善啦？大家嘅氣氛會唔會已經改善咗少少啦？咁之後亦都要睇中國嘅宏觀啦，究竟數字上面會唔會持續地改善啦？同埋就係佢3月份兩會嘅時候嘅一啲嘅政策，譬如話兩會嘅時候佢嘅消費加碼會唔會係比市場預期更加好啊？佢會唔會有啲房地產兜底嘅一啲政策，令到大家真正 wealth effect 嗰個改善會真正出到嚟？咁所以呢啲嘢我哋都要繼續去睇住啦。咁但係初步就係定咗一個29,000嘅目標。咁我哋再一齊同大家睇下，即係當然啦，你如果有啲咩黑天鵝或者中美關係惡化啊、地緣政治呢啲嘢嘅話，就會有向下嘅調整嘅一啲嘅風險啦，但係暫時嚟睇嘅話咧，係偏向樂觀嘅。咁幾好喎，聽落好。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